追嘅車手咧，其實越嚟越快㗎啦，非常之接近啊！好啦，咁啊4部車咁入晒就係東方灣㗎啦。咁啊頭幾部車都有一定嘅距離嘅，咁啊喺埋葡京灣之前，咁啊顏高繼續都係黐住富奧。跟住後邊法夫斯啦、雲特連特啦、皮卡利耶路、門科爾、哈斯、莫卡拿，咁啊後邊呢就仲有呢個費林。咁啊呢邊亦都有幾個超車嘅動作，大家都蹦住入啊！雖然呢就係比較後啲嘅位置啦，但係始終呢一班車手呢都係喺世界耐力賽啊一啲 GT 賽事呢都非常有經驗嘅。咁啊尼爾德都有一定名氣啊！咁啊呢度有一部車出咗去。咁啊呢部呢就係海洛利一部車嚟㗎，咁啊19號車咁就莫卡拿隊友啊。咁啊主要原因就係頭先入唔到葡京灣啊，咁啊直接喺緩衝區呢就係衝咗出去。咁啊相信冇任何嘅碰撞，但係佢已經落咗車，好嬲。咁啊唔知係自己